因为今仔日是第三届，即、个我较含慢啦吼，就是人50庄，啊总是我家己有我家己较兴趣的，所以我针对我个人较兴趣的来甲大家分享。啊，歌册世界念歌的世界是真澎湃、真丰富的，所以有真侪我若无了解到的吼，请即个大家吼，即个比我搁较拍拼，对会使。哦，咱哎呀，你若去接触歌仔、找歌仔，迄个念歌吼，真正落去你会发现啊，真正有够趣味的。吼，而且伊毋是干那趣味，伊佫会当啊，像咱生活中诶百款诶代志，拢会当用即个歌仔念歌来即个描写来表达啦吼。好，咱今仔日诶主题是当代歌星诶作品诶选读，就安尼就开始。这真感谢即个打到台语开讲社、台文博览会、甲高雄文学馆吼，互咱即个机会吼，会当来办即个线顶诶讲座。来就是讲，即个是一个系列的嘛吼，咱将会到3月，总即届是第3届的歌册文学的世界，由我来即个负责。好，安尼咱就来讲吼，大先吼，咱先介绍歌册学会。咱之前有讲过，点仔为什么要搁讲？就是讲，因为歌册学会一直有除了咧研究整理歌册以外，一直拢有咧办即个读册会，搁有迄个创作的分享。所以伊是2011年8月27吼成立的吼。即个逐年拢有出歌册年刊。旧年是第2期，今年就是第3期啊吼，所以第1期甲第2期拢伫7月出刊，所以今年7月吼，请大家期待即个第3期。每期拢有研究甲创作吼，所以歌册年刊伊是歌册研究甲推广的即个期刊嘛吼。比如讲，大家看我上后壁吼。伊即个七字歌仔的创作吼，创刊号就有杜信良的即个《西港出代志》，杜信良的《生济是民哀歌》，韩婉的即个2020歌册学会联谊，张秀莲的即个詹培小骨，杨国明的台湾蛇女水唱诗。爬独立山、台湾生态诗，当然为个较短，看起来较像迄个歌诗吼。毋过就是讲，这是要对底篇开始要走到长篇吼，一种真好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园地吼。所以咱若是讲有即个机会，有人要看咱写的歌啊，就搁较侪人会受到鼓励，就会搁较想要参与即个歌的创作吼。所以讲即个我想咱嘛是应该爱。即个歌仔的创作吼，即摆是我台语期刊嘛拢有收啦吼，但是我感觉也是，因为有当时就是我认为讲，若讲像过去为什么有咱会流落较侪念歌是歌册的即个文本，也是声音档案、录音档案，就是讲因为有市场嘛，即个大家爱听，大家爱看，有生理所以呢有足侪机会当出版。我今仔日家就咧想咧，假使我若活伫迄个时代我若也无啥物其他的头路我就是足够黑白摆所以无定着我嘛会变歌星的，就是讲，因为我若是写歌册伊会当趁钱，佫会当互我得到名声我会当生活会当迄个过了袂歹我就会去认真骨力拍拼写歌册吼。咱来看早前足侪歌册歌星拢是安尼，因为时代需要人家介意看嘛。所以讲，我想咱应该爱创作这种发表的园地。所以歌册学会伊的歌册年刊就讲提供这个园地啦吼。第2期的时阵嘛是共款有即个萧定春的台语现代诗，这是一个现代诗，毋过伊的主题是写歌星吼。另外呢，有即个韩文的七字仔歌，青春悲喜剧张淑晶的即个七字仔歌，全球着这歌因为这拢就是讲拢伫册内底拢无长啦，拢短短过来就是讲即个桂花园。所以咱来介绍较长的吼，就是今仔日特别要来介绍即个周定邦先生的即个桂花园甲木瓜空喙。伫即个旧年的8月，我拄好发表一篇论文，就是咧介绍即个歌星周定邦安怎个台语人的话语来假说二二八是摕即个
贵会晚餐木会空出来讨论。啊，今仔日主要就是简单讲即个论文的一寡要点主要是有请大高台语开讲社一寡有志吼来选念其中的一寡片段。即个即个论文都前几工有收到册出版，正式出版啦。本来是伫研讨会，睇册伫咧，真大本，等我即个出版啦，正式出版啦。等下阮教授编的即个倒写倒的台湾共同体跨语系的交织的主体性甲创造性内面我是用台语汉罗文写，罗马里是用白话字的，我真欢喜伊也接受对啊，用白话字用白话字写，互发表，互接受，真欢喜，安尼怪怪，毋是家人的。过来，即个因为即个论文我有讲，我就去找，因为我自少年较少年的时候，就读歌册拢。毋是挑工啊，就是拢会去暗句，就是会去注意到迄个甲台湾历史有关的，所以就会去发现讲英国的歌册、台湾念歌对李李白的书写介绍，拢简单尔，有一寡佫是就是反怎讲？比如讲，即个林友来郑国先开台湾歌，报道新台湾歌，伊内面就讲效忠领袖蒋总统，军民准备要反攻啊，讲互大陆有希望啊，拍倒强散走无空，这。囥伫即马拄好咧，就是讲，咱当然无想要讲互大陆啦，但是拍倒共产即个这对这三个国民党拄好啊，国民党实在真可怜啊，6岁。后来我倒来好吧，所以讲，伊同时咱咧看迄个时代，第一就是讲迄个，因为迄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过来咱了解家己伫迄个时代伫战后的艰难的处境，所以咱会发现讲，德林主教，这林友来是德林主教的老头家早前拢会写一寡什么俄罗涨价啦、俄罗涨工啦、俄罗斯中华民国对咱偌好拄偌好，是讲迄个讲要什么杀猪拔毛，咱了解迄个歌声的艰苦心啦就是咱颠倒看、倒头看，就像迄个。清国时代早前咧讲鼓励讲人叫人无反抗政府讲人反抗政府，你会叫人斩头啦，你会安怎无性命财产加伙去了，迄有当时咱嘛爱颠倒看倒来就是去报道新台湾歌内面就有讲即个列为同胞想看卖，好伫咱的祖国内咱的国家有公道万国对咱真提高这内面当然有句话是真，有句话是假啦咱了解伊的时代背景，所以我定甲我的学生讲。你不管伫什么国家拢共款，你要注意看到一本册是一个 CD， 一个什么拢好，一个出版品，你要注意的是讲，甚至伊无出版，伊是当时写，伊当时出版的，什么所在出版的，有什么人来出版，伊的时代背景是安怎，咱来去了解，才会当知影讲伊讲即个话的背后，伊讲因为安尼，所以有一寡话伊毋敢讲，有一寡话伊不得不讲，像安尼，总是讲简单讲，其实即个时阵228早就发生毋过你看。就是拢无可能伫即内面讲着这嘛，无可能然后讲就无可能互你印出来过来就是讲即个丁进鼎有伫即个婚姻观闽南语歌谣内底有收丁进鼎的50年前的事件，伊内面呢有讲着讲台湾归咱祖国管6万军民拢欢迎这敢是事实？这无一定是事实的啦就是讲跳掉真侪悲惨，就是讲战后的歌册。会勇敢甲讲日本人对咱偌歹拄偌歹，毋敢讲中华民国对咱偌歹拄偌歹大部分拢是安尼啦像陈载德的即个台湾共和半世纪收集资料编歌诗，收伫即个陈载德的台湾歌即本册新生出版社出版的，内面嘛讲即个宋美龄讲伊是国际女精英啦。啥物讲咱台湾人即个拢无讲啥物蒋公外国际人拢甲尊重咱奇庙起神无天良讲即个蒋公是天神来出世的。有当时我感觉嘛是种，我来看我袂感觉讲，除了毋是讲要甲伊批判，我感觉有当时看就是咱台湾的悲哀啦，台湾人的悲哀就是安尼嘿。过来就是讲即个。农历明皮肤是较正面来看待即个，就是讲有228见证歌甲台湾白话史诗，台湾白话史诗的下卷新版的时候写搁较侪，
啊，伫即个早前吼，伊诶二八见证歌吼，90年代二八见证歌就算讲歌册内底较直接来去批判即个中华民国中国军队啊，甲即个228，就是对即个容里门欺负吼，就是蔡其兰先生诶即个台湾白话书228见证歌，伊诶即条就叫228见证歌，因为有一位先生叫沈义仁。沈义仁这是伊个号名叫沈义仁啦吼。啊，就是讲伊内面伊去写伊228的时阵，叫用掠去，啊，佫转来的情形。啊，佫来就是讲，伫即个台湾白话书写下卷吼，伊新版的伊有讲到即个，有较直接去批判即个中华民国吼，中国国民党的官员，讲即个大国好，私吞准备啊，军方下令强抢米，像安尼哦，就是讲，甲咱头前较拄则看的早期的迄种啊，还未解读概念的时阵吼。其实你个进前时期写的吼，就迄个角度就无共。过来就是讲即个伊个228见证歌就有讲台湾光复用强硬啊，国军内台无规矩，中国军队像元凶，台人骂因外省猪啦，吼接收离散，大家冲到基地来食了米，就是讲会直接去讲就即个问题吼啊。过来就是讲，伊用屠杀吼，因为一场屠杀一个妹啊，暗砍真上50年，这是即个台湾白话史诗新版的吼，伫2014年的时阵吼，迄个容里门欺负伫即个温哥华伫伫倒？我小袂记。你加拿大也是美国加拿大对无？迄个主持加拿大对吼，好用，就是讲。伫解读概念，爱伫海外爱才来写吼。啊，确实我认为讲，伊毋是一个事件，伊是一个屠杀，大屠杀吼。过来就是讲，吴天乐先生吼，伊嘛过往啊。吴天乐先生是伫即个岁月流转啊，台湾共和话册内面吼，有较直接去批判中华民国吼。毋过嘛无长啊，都简单啊。毋过伊写了真直接，伊讲咧，二次大战日本派光复占换中国来吼，骗是要哭无目屎吼，人掠去都也毋知，原来掠去食枪子，一粒落去把甜甜吼，把甜吼。3更半暝来掠去，掠对倒去都毋知吼，就像咱咧讲的，种3月11日，迄个1947年3月11日，咱台湾的即个真杰出的教育家林茂生教授去互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掠去了后就失踪啊，到咱毋知影伫倒位。啊，伫即个1947年3月14日，咱台湾真优秀的检察官吼，叫国民党逼死检察官了后，迄个。1947年3月14日，吼，叫因掠走了嘛失踪啊，到咱嘛毋知影人。咱足侪优秀杰出的台湾人，去互因有计划掠去啊屠杀啊失踪啊。为什么失踪？伊毋敢互你知影，因为伊知影伊家己知影伊非法嘛。伊家己知影伊就是伊都无理由，伊无法度迄落，所以伊用偷甲你掠去了。我讲啊，爸，各位乡亲啊，你莫讲咱家己啊，咱厝内的人就好啊。咱嘛有一天咱嘛毋知，咱人拢会转去。啊，咱若是厝内有人啊，互掠去了，从此失踪，你毋知死还是活啊了。到早已经过遐尼久的岁月，1947年，今仔日2023年啊，拢也毋知影到底是啥物状况，是当时死到啥物偌凄惨无骨头，无嘛一撮头毛现活。拢毋知影，啊，这毋是一个两个，这是真侪人呢。吼，所以讲吼，即个吴天乐先生吼，我感觉伊真赞吼，伊就是甲写家己，伊是歌星，伊本身是念歌吼，啊，这是伊手过经历的。伊讲祖先惨死无要紧啊，出我子孙安怎袂精神啦吼，也得看人的头面啦，也会搁放抽戆筋啦。即个抽戆筋就是互我想着，就迄个李罗车甲三太子抽两筋。讲也可怜哦，咱台湾人，就到即摆，你看足侪台湾人，迄个阿强啊，对咱的足侪迄个统战啊，中国国民党去甲迄个阿强啊，伫遐安尼骂子啊，结果结论就是，台湾人并无因为安尼，有真侪台湾人也是戆袂醒呢，真正戆袂醒，所以即个内面有一个名就叫戆袂醒吼。所以讲吼，顾啥人的喙齿去唱啥人的228吼，就是讲。228死真侪讲台语的人嘛，啊，结果咱即马所留落足侪文献拢是安怎？
拢是即个用中文写，吼。啊，足侪台湾作家咧写，讲有台湾意识，咧写李白嘛是共款用中文写，吼，真，就是讲安尼嘛是讲起悲哀啦。但是你敢袂当较骨力来学你的台语、客语、原住民语？你敢一定要继续用迄个屠杀者的文字来记录被屠杀的台湾人？所以呢，咱台湾人吼，四找无心思啊，歌呢唱无够开，安怎？就是安尼。所以讲，才会有即个周天邦先生的桂花园甲木花的空喙会出世吼。周天邦先生是1958年出世的，所以今年65。伊话讲伊今年爱对即个65岁，爱对国立台湾文学馆退休吼。即个周天邦先生伊本身是歌仔仙台语文作家啊，伊的即个即马伫即个国立台湾文学馆研究所服务啦吼。啊，伊今年伊甲我讲，若无算，我若无记毋对，应该是6月的时阵爱退休。伊呢？我今仔咧想伊，会当互咱的启示，就是讲一个人吼，若决心要学一个物件，不管你几岁吼，伊嘛是差不多40岁左右才开始来学台语啊，学念歌。或者伊都毋是10岁20岁啦，吼，上无嘛30、40岁的时阵才开始学。啊，但是认真去学，你看，所以呢，因为我无认真，搁含慢啊，我够胆嘛袂晓弹乐器，嘛袂晓念歌，嘛袂晓写歌册，吼。因为啥物会晓？因为伊就认真去学啊，下时间啊，下生命，下精神啊，吼。伊为着要传承即个国宝，啊，佮伊也晓唱乡村民谣，所以伊的迄个念歌吼，拢有乡村民谣的style吼。啊，伊家佮创立即个台湾说唱艺术工作室，啊，佮有豆目睭念歌团来传承台湾念歌甲乡村的歌谣。啊，有咱的启示就是讲吼，真侪像我咧家己咧做台湾文学的，足侪做台湾文学的人，甚至比我较少年的人，因到当嘛敢若看有中文的，日语也看无，客语也看无，原住民也看无，啊，都是渐渐要看中文的。好，啊，若无伊会感觉讲，甚至因感觉日语的佮比母语的佮较要紧。我感觉迄拢是悲哀啊！其实你若真正认真学，就算你本地袂晓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啊，像我本地硬毋晓得讲客家啊，因为硬福啊，古说硬也较看客家嘅文学啊，硬看有啊。我看有客语的物件，因为我有学嘛，我是读研究所20几岁学的。啊，你只要有即个心吼，又毋是艰难啊。过来就是讲伤远啊，搁转来，就是讲咱只要认真拍拼。我足侪老师吼，拢是到50、60吼，甚至60、70才开始学台语、学电脑啦，学一寡台湾团的物件。啊，我的老师拢足拍拼，所以我就袂使平淡。我运气真好，有拄着真侪真好的老师，这是我个人感觉伫我的人生中来讲真好的代志。过来就是搁转来周天邦先生吼，周天邦先生伊的念歌的作品真多元吼，啊有出版2001年的时阵，伊有出版《二战大巴黎》写大巴黎事件吼，啊即个就是西来安甲即个余清风即个抗日的事件，即个出一本册，啊搁加 CD 吼，啊搁来2003年的时候，伊有出台湾风云榜，这是甲靠边顶的小红星改写做歌册。啊，真可惜，因为真长吼，并无咧，有写做歌仔册，毋过也无听到完整的念歌的版本。过来即个伊后来有伫即个中间吼，有出即个周天邦台湾念歌集土地声扫伊的一寡念歌倒片的一寡精选吼，我有即个 CD，但是袂记的是因原顶无写出版年，所以我家嘛袂记。啊，毋过我知影就是伫台湾风云榜甲桂花园的中央啦吼。啊了，2012年的时阵吼，就是出版即个歌册桂花园台湾白话桂花园台语7字仔白话书诗吼，就是即本册桂花园，啊，佮加即个 CD 啊 ，CD 内底有几个 CD， 我现开看，3块 CD， 吼。啊，过来伫即个不过6冬吼，2018年就出版即个木花的空喙。木花的空喙，了后就是2002年10月有三台山的风，等我嘛有三台山的风，好，
哦，那顶下有献过啊，即摆就无搁献啊。啊，这拢是需要下性命的啦。伊嘛会使去做别项代志啊，但是伊来做这项代志，做了我感觉真有意义吼。啊，过来这张相片是这个刘定邦先生伊甲这个吴天乐先生的公主吼，嘛是咱真重要的歌星吴宪山，因咧讨论这个像吴天乐老师的歌的作品的时阵翕的。伫即个旧年10月，即个台中迄个美笑念歌团，就是笑咪咪念歌团，逐年拢会办台湾念歌节，啊有请即个旭阳车歌团吼，就是吴宪山先生因的团来演唱。啊，吴宪山先生吼，吴宪山啊，对，吴宪山先生伊现场吼有念家己弹乐器念歌，我听者。带一条，我感觉真感动，就是迄老生咧，就是无共，伊迄个气味吼，甲少年人就无共。哦，我感觉真感动，迄歌声吼，迄个琴声，就是会互你感觉规个人去互牵起。哦，祝伊身体健康，食饱哩。过来就是即个周天邦先生，伊有甲周定顺老师学即个学迄个乡村的民谣。哦，啊，周定顺老师伫即个2012年过往啦，吼。啊，即、个桂花园啊，即、个桂花园的 CD 的先做一款，总共即个 CD 有10点钟过20分，10点钟过20分，真长。为什么伊会遮长呢？就是因为伊本身的文本故事就真长吼。这 CD 总共有3块，啊，3块 CD 吼，每一个各有拢有一个小大路小主题安尼吼，所以即、个真辛苦诶，真拍拼。即搭吼是即个周定邦先生吼，伊伫即个桂花园头前有放一个陈兴家先生诶，陈兴家老师诶，即个书吼。陈兴家老师是咱台湾诶小说家，啊伊早前阮台中教育大学拄成立诶时阵，伊嘛有伫阮下教即个台语文学创作诶课。啊，伊迄时阵吼有。鼓励周定邦先生吼，爱紧甲即个桂花园写出来，啊，又甲号名，伊讲叫安邦田国志，啊，后来最后写出来是用桂花园即个号名，啊，伊还鼓励讲吼，即个毋好，因为迄时阵周定邦先生有做侪代志咧无用吼，啊，伊甲伊讲吼，这真要紧吼，爱加油吼，安尼。这就是这张是周定邦先生甲陈兴家先生因合照，啊，倒边这个陈兴家先生伊是2009年2月吼，因为这个雄身体欠安啊了，咱提早离开咱，啊，迄时阵真侪友志拢真伤心吼，咱嘛有帮伊办个别社搁出这个纪念专刊，过来就是这个。桂花园内底吼，周定邦头前的部分，伊有放较侪因老爸诶，就是算讲家庭故事，甲老爸故事写入去。因为周定邦先生的老爸本身就是迄个，伊是即个有去南洋做过兵吼，参加日本时代南洋的战士。啊，正边这是手写，这是周定邦因阿爸的手稿，写伊做日本兵的资料。吼，啊，伊就。甲因老爸的即个故事吼，因为有实际听人有，就是有即个背景，会当了解较清楚。所以我感觉即桂花园除了咧写228以外，我感觉伊还佫有一个真重要的，以后会当摕来佫讨论，就是讲写台语文学内底吼，写即个南洋战士，台湾人去南洋做兵的即个故事。我感觉写了真有路，真值得咱台湾子孙来了解吼。过来就是讲，伊即内面吼，有当时啊，伊会个除了传统的念歌，因为周定邦先生本地就是一个台语诗人，所以呢，伊嘛有一寡所在会唱迄个台语诗、现代诗的即个安尼吼，就是过来就是刷落去，咱就请即个对即个即搭即个1888啦，1889是伊的趴数，伊总共我先看卖吼，总共有。1900拍，啊，一拍有4句嘛，所以呢是7600句，7600句啊，一句7字，所以总共是53200字，各位乡亲，53200字。我头先来写报告，写心得，我讲啊，上少300字，上少300字，啊，这是53200字吼，这个真长。
啊，所以咱即马吼，就邀请打到台语开讲社的朋友吼，来念即个桂花园的，阮对1888趴才开始念，请主持人你来主持。好，多谢洪丁老师辛苦，先请你休困一下。安尼接续落来时间，咱邀请阿秋来替大家读这段桂花园。好，中秋月圆桂花香，剑英请囝驶孤篷，老母幼囝住暗巷，上惊弄门生份人，人来弄门毋敢开，仔囝目屎四难随，白色日子哪占位？昏君袂当来相随，剑英请囝真艰苦，改变台湾的前途，女性替天替半岛，这是台湾的骄傲。剑英囝儿叫天助，亲像文通应过无，家在天公有看顾，互咱希望找有路。剑英明日上红晒，小弟心事有安排，见证甘甜的情爱，亲像桂花等芳来。毋免山明，毋免海誓，因为你是我心肝内上光迄粒天星。我要用我红红的心肝，见证我对你的疼。毋管你伫天边也是海角，毋管天怕远也是伫流暮，我会一直等你，10冬、20冬、50冬、100冬，一世人、2世人，我无变的心肝会一直等你，等你，等你，互我甲你疼，甲你惜。温和的水，天顶的月娘，富贵的风雨霜雪，因拢会当见证。歌仔到遮要站站，这部台湾字字捌，台湾历史着爱捌。老爸毋是精扁贼，台湾历史爱知影。前人骹步安怎行？做人是世着拍拼。祖先心愿，咱来行。咱来请用的咱来请。好，歌仔到遮要收煞，这部史诗台湾歌，台湾历史读小煞，台湾出头做时大，歌仔到遮要切拜。串是小弟来安排，台湾史诗若袂歹，小敬小听合应小敬小听合应该。台湾念歌要切要直正，要直正，要坐正，互咱心肝足苦情，望咱乡亲斗相敬，斗相敬嘛会使嘿。
到小径，大台声湾文化通传承。歌仔到遮真尾声，感谢朋友众弟兄为着台湾骨力拼，文化建国一定赢。歌仔到遮要结束，祝咱生活真快乐，无烦无恼，祝幸福。台湾独立搁建国。好，对，是到先是到遮嘛吼。好，安尼多谢主持人，安尼换我吼。是，安尼咱搁甲时间交转来互洪斌老师。牙手这吼，啊，即个咱拄则看，因为伊总共1900拍，所以后壁这拢是歌尾，啊，歌念歌会有歌头可人来吼，啊了结束的时阵会有加讲一寡祝福吼，甲愿望，啊，所以呢，因为伊较侪拍，所以伊歌尾较长吼。啊，歌尾嘛会当表达出即个念歌的人伊的期待啦吼，啊，甲祝福，啊，所以即个就是讲总共呢有53200字。所以录做迄个念歌吼，最后周连邦先生家己自弹自唱，总共录10点钟啊，10点钟搁20分，搁20分。伊讲录的过程也真辛苦，家己录甲大粒歌、细粒歌。好，安尼过来就是讲，即个几月完即搭吼，后壁就是咧讲。因为我已经讲到后壁去啊，就是迄个1947啊，27部队了后，迄个迄个活落来的某囝的心情啦吼。啊，伊咧讲的就是讲，即个桂花园为什么要用桂花来号名？就是讲，伊咧讲台湾的女性吼，台湾的女性的即种坚强甲勇敢吼。啊，过来就是讲，伊看讲。剑英即个伊甘甜的情爱，亲像桂花丹芳来，啊，过来就是讲，嘛是咧学罗台湾的女性啦吼。当然228的时阵，1947、228白色恐怖拢有真侪，嘛有一寡女性伫即个像即个罗马到15号迄个电影，同款足侪台湾女性嘛是共款，有参与，啊，毋过。确实大部分也是男性吼，啊，所以真侪女性要活落来，拢是爱饲某囝。好比讲像即个，讲到这我想到一个，我来分享一个另外一个林茂生因牵手的甲王友林的，我看一个，即摆时间好野久，我来补充一下。因为迄个针对台湾教师节甲台湾诗人节，我有做一个简报，伫台中教育大学上课时，甲学生分享啊。我做的感觉就是真水的台湾人。这张相片是阮后生翕的，这是阿里山的日出。就是我感觉咱有真侪真水的台湾人，毋过咱毋知。所以这嘛是周连邦先生为什么要写桂花园甲某会空喙？除了要写悲惨的故事以外，就是讲，嘛要互咱台湾子孙知影讲，咱有真水的台湾人，毋过咱毋知。咱知影可能拢是一寡中国人，还是西洋人，就是咱对台湾有啥物值得咱学习的典范的台湾人，真水气的台湾人，咱无了解所以这个3月11就是林茂生去用掠去迄天，所以迄天咱就甲即摆就是咧推测讲迄天变做台湾教师节啊。3月14是这个台湾诗人检察官王友林去用掠去啊，所以即天就是这个。咱希望伊改变做咱台湾人的共识，台湾诗人节啊，咱就是爱来帮活动来孝念因吼，来，互大家愈来愈侪人来认同咱吼所以伫今年嘛有即个相关的活动即个我拄则因为咧讲着迄即个简报，我着安尼试过原谅我着安尼甲过过。我最后要介绍是林茂生的牵手林茂生的牵手叫王彩环1917年林茂生甲王彩环结婚。王彩环是台湾头一个留学日本的台湾女学生所以伊的学问嘛是介好的过来就是讲伊的伟大的所在，就是林茂生去用掠去了后，掠去失踪了后我来跳到遐林茂生有真侪值得咱了解所以以后我感觉嘛会使针对这比如讲林茂生
嘛就是真水的台湾人，我上家感觉讲，应该来写一本册叫做《真水的台湾人》，用台语写，会当当做比如咱即摆做中学的教材啊，咱需要搁较侪中学的台语读物啦，咱会当中学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拢会使，咱因来出一部来写一本真水的台湾人啊，用台语写。我家己安尼想，咧做即个做即两个干部了，家己有即种想法。我看卖吼，即搭是即个林茂生1947年去用掠去，啊了1996年1996年吼，即个张延平教授带的一个口述历史的一个计划内底吼，因的团队去采访即个林茂生的第二后生林宗义，林宗义先生嘛过往啊啦吼，即马嘛过往啊。伊内面有讲着讲，因林茂生伫即个228拄发生的时阵吼，伊捌甲因囝讲吼，未互掠去进前啦，3月初9的时阵，伊甲因后生讲，台湾公民唯一前途的唯一希望就是伫教育，吼，教育的真正意义就是产生社会上负责任的公民，因有才调，而且欢喜愿意即个负担家己的角色甲任务，吼所以这就是真水气的台湾人会讲出来水气的话，所以为什么咱讲林茂生会当当做是咱台湾教师节，用伊去用掠去讲来做台湾教师节呢？因为伊是台湾教育家第一人吼。过来就是讲即个，伊互掠去了吼，3月12去互掠去，伊的看守即个王彩环女士，就是讲派人去找迄个林宗义。林宗义迄时阵伫台湾大学台大的病院，已经咧伫遐咧食头路。伊的老母就讲，等看倒手评价吼，因老母就是照冷静的甲伊交代一寡代志吼，因为因本底就是迄个基督教长老教会的会友嘛，所以加在有即个上帝的信仰，互伊的。我感觉伫即个关键的时阵，不管什么信仰吼，只要正信的信仰，拢会当互人得到稳定啦吼。王彩环女士伊则就讲，甲即个王彩环女士真冷静哦，伊就甲即个林宗义讲吼，伫即搭讲最后，伊老母讲，恁老爸为什么互掠，我毋知。毋过我真希望伊会当转来。假使伊若个伊永远都袂当个转来的时阵，你爱记得中国军阀抄家灭族的即个习性甲作风啊，我希望你特别保重。伊甲伊的第二后生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咱林家上要，你是即马是娘家上要紧的娘条，否则咱林家11条命，加上你一个细汉囡仔就要出事啊！你爱时时刻刻提防即个抄家灭族的危险。所以讲，我感觉王彩环女士伊对中国真了解呢。即个我感觉。就是即个时阵的时候，伊竟能够会甲因囝交代即个代志，而且伊就讲吼，从伊甲因后生讲吼，伊咧找因翁的过程，伊讲从伊我无爱用你的名，伊毋敢对我安怎，伊就家己出面吼，四过去找伊讲吼，即个就是找无，佮听着讲南港桥骹有浮迄个8具的尸体啊，吴凤仪夫人就是伫遐找着吴凤仪的，所以呢，因就安怎嘛去遐找，嘛找无迄个林茂生，所以拢找无啦吼。因嘛去找林献堂，因老母伫即个过程当中嘛是就是伊讲吼，咱来准备长期应付即个暴力的政权，这是一个台湾女性吼，即个台湾人的阿母啦吼，了后伫即个即个当中吼，即个足侪受难者的家属，因为林茂生是60岁去用掠去，若像即个王玉林嘛。伊是28岁，所以呢，王彩环女士即时应该若算可能是50几岁吼，要60嘛要60啊，所以重点就是讲伊算年岁较大，我感觉伊了不起的所在就是讲，伊除了爱家己爱安搭家己的心情，伊搁安怎？伊搁安慰其他受难者的家属讲，咱来调稳吼，有一天咱会知影咱翁婿到底去倒位，有一天咱的囝儿是谁会大汉，伊会当了解228的意义。了解咱台湾的处境，伊会当知影要安怎做一个有路用的好人。即摆毋是咱悲伤怨叹的时阵，咱想办法甲即个家庭维持落去，教育咱的囝儿。真感动吼！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毋是假的即个部分先讲到遮，过来讲迄个王玉林的看守。王玉林的看守，伊迄时阵才20通岁吼，佮有2个幼囡仔，所以咧，
伊嘛有顶顶调查时嘛有采访到伊讲伊迄当时伊讲因为伊人生嘛是去互掠去，伊讲吼，互掠王耀林互掠的时阵，伊讲吼，即个便衣就抓一支枪甲伊拄的，讲拄伫个土地的然后讲你再多说我就枪毙你。伊讲伊毋捌互安尼对待过，伊真正惊死啊！因为本来因人是检察，以前拢做检察官，拢是互尊敬的人啊。想袂到即个中华民国来了，煞对煞变安尼吼，所以伊就讲。伊就一直找无，伊讲即个别人有找着抢五风旗，就有有找着尸体，了搬转去厝，找点遐书翕遗照吼，了后就会当甲囝儿交代。伊讲阮毋是安尼，就是这是王玉林，王玉林是1947年3月14去互掠去的嘛。伊讲吼一直找无人，伊心内拢想讲吼，有一天王玉林会当平安倒转来。伊讲王玉林大部分的册物件拢，这拢寄伫京都，也袂炸转来。228了后，伊用掠去2-3天了后，有人好意甲即个就是单身查吼王玉林的牵手讲，甲日本人有来往有关系，会有死罪，证据爱紧收。所以呢，伊为着救人，伊就开始烧，甲王玉林写的册、文章、日记、批信拢烧了吼，烧3天2暝，佫惊人看见，偷偷烧甲清气溜溜。转去台南，后来伊就佫过一段时间，会转去台南。转去台南了，因为王玉林的小弟王玉德从事台湾民主运动，逃走去日本，所以中华民国政府真生气，伊佫惊吼，所以佫甲王玉林甲王玉德兄弟有关的著作啦、册啦、相片、批信，大部分拢烧了。咱即摆当看到就有一寡烧袂了，无烧着吼。比如讲中学的时阵就有物件。比如讲歌诗的手，伊写的即个日文诗的手稿，就是大部分拢烧掉啊。过来就是讲，伊讲吼早就知影伊会袂转来，伊就会说离保存。过来去互掠去的时阵吼，伊就讲，伊拢毋敢甲陈先生讲，伊毋敢甲伊2个囡仔，因为迄个王玉林互掠去的时阵，伊的大囝王克雄才2岁3个月，迄个细囝王克孝先生嘛才差不多3个月尔，3个月大。所以呢，伊毋敢甲因囝讲。伊讲有一天读即个台中二中2年的时阵爸爸坐迄天，因老师就问大家讲谁没有父亲的举手？王克雄就举手伊就问讲因老师就问讲你父亲是怎么死的？伊讲我父亲生病死的。老师就问伊讲什么病死的？伊讲伊惊讲伊就讲伊毋知干吼。因老母就单先早就甲伊讲对，你就是因为虾米？老师就是要伊回答伊是毋是知影因老爸是因为228的时阵死的？所以单先早甲王庆雄先生讲，你千万袂当讲恁老爸是228死的，你爱讲敢若会当讲是破病死的。迄背后政治单位吼，军种调查吼，迄个压力是咱一般人，咱无即种经验的人，咱无会当理解。所以有一寡，之前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就我甲讲了真好。咱兜无死人，咱凭啥物讲原谅？咱兜若有死人，咱才有资格讲要原谅无啊？到底又搁要拢无杀，拢敢若受害者，无迫害者，拢无迄个加害者，是要安怎讲原谅笑死人？这咱台湾到哪就要搁笑死人？所以讲，即个真悲惨哦。甚至讲，你看即阵足人心肝，细汉时啊时阵，伊的细囝王克孝，伊倒来朗诵一些反共八股、俄罗国民党，伊就甲伊讲对，你安尼真好。因为虾米？伊毋敢互因囝知影因老爸安怎死的，惊讲出去了，因2个囡仔会无命。就是讲。这种代志，毋是1天2天的，一年有365天，各位乡亲吼。虽然是汉尼悲伤啦吼，总是讲是真水的台湾人，真水的台湾人，咱应该爱知影所以周连邦先生为虾米要写这个桂花园、甲木会的工作，咱就会当了解。咱若了解这个历史吼，咱就知影讲，周连邦先生咧写的时阵吼。一定嘛是真艰苦心啦吼，这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所以这个木会的工作吼，伊的设计就是，周连邦先生解释讲，这就是中华民国迄个车轮牌庆祝安尼土地木会了后壁这个就是这边遮这空就是这就是庆空啦搬落去红色的楼会吼，所以伊拢有做设计过来就是讲木会工作的 CD 这个 CD 我怎来开吼 ？CD 就是安尼，
啊，开出来内面有一张介绍，一张较长的介绍，哦，这张，过来呢，一个内面佫有一本歌本，过来 CD，我的 CD 的封面也无去，啊无伫遮 CD 加 CD 好就是这安尼 ，CD 这 CD 就连帮人讲这 CD 这个就是铁链啦。因为咱若了解历史，咱知影讲日本228的时阵吼，有一寡我有看过一寡电影调查，黄秘书老师的迄个，伊要招找因老爸了，采访做侪228的家属，就是讲真正确实是有人挖落来做见证，就是讲用毋知安怎人中国人哪会真正遮会恐怖呢？毋是讲所有中国人啊，毋过我感觉。啊，因就做会出即种代志，用铁线、用烟线吼，啊，家己的手安尼转过，家己的手甲骹家己安尼转过去，啊，看做一看，啊，家己车落大海，啊，结果上尾个迄个啊，迄个老迄位先生，伊后来活落来，伊无死，啊，伊就美生起来，就是讲，所以才会当见证哦，确实伊手啊，佫有迄种铁线转过的痕迹，这咱拢无法度理解，所以即个设计拢有意义的吼，落花的空喙。就是讲，伊意思就连毛先生伫2018年写，为啥要写？伊就讲较早虽然若像咱改朝换代，民进党嘛做过总统啊，吼，国民党嘛有失去伊的迄个立法院多数，毋过就算到今仔日，咱若搁咧请卫兵，国家咧编咱台湾人纳的税金伫迄个中正纪念堂啦，啊，搁有迄个朱乌啦，吼，迄真正是违反。你若讲咱即摆感觉讲，你看世界讲要即摆讲要普丁迄个普丁，迄条柳丁，俄罗斯罗西亚迄个柳丁，迄个普丁，变做全世界全面的公敌。啊，为虾米迄个伫台湾害死遐侪台湾人的人，伊抑搁遮尔好，抑搁遮尔爽势，安尼敢对？这绝对是不公不义的，咱台湾人真正台湾人感觉无要紧，所以周天猫先生感觉足疼心的，所以才会佫出即个木花空喙。即个当讲是因为桂花园真长嘛，啊，所以木花空喙就出一个较底版的。啊，因为佫时代佫过，迄是2012是桂花园，啊，佫过6档2018是出木花空喙。有一寡伫木花空喙内底吼，伊就佫我感觉佫讲了佫较明白啊吼。啊，木花空喙呢，总共呢，伊有即个20条的歌啊，20条的歌啊吼，咱等下伫即个 YouTube 吼，大家若拍木花空喙，你会当听到伊的迄个介绍有一部分的念歌，大家当去听，我即摆就无点吼。啊，就是讲伊内面就有讲着讲即个台湾历史就知影，老爸毋是精兵查，你若去查找台语，你就大家就会当查着吼，就是精兵查着，因为伊早迄个咱台湾拢有迄个土匪啊，查土匪四过来，老爸毋是因为统治者吼，清国时代若反抗清国政府的吼，统治者迄个清国的文献拢会讲匪逆匪。就是贼啦，咱台湾人拢是土匪，拢是贼。啊，像日本人嘛有迄个匪徒刑法令、匪徒刑法令，就是讲咱台湾人反抗政府拢是匪。啊，所以咱台湾的老前辈杨贵笔名杨贵嘛，伊就讲，伊要写小说，就是要用小说来纠正吼，去用骗造的历史，从编造的迄个欺骗的历史，就是讲，伊要甲台湾人讲算讲，互台湾人清楚了解，咱的祖先啊，反抗政府的，到底因是贼。啊是毋是贼？因到底又佫是虾米人吼？啊，所以这嘛是木花空喙，伊会想要做的代志。啊，所以呢，咱来看讲即个桂花园因甲木花空喙安怎来写，就是讲周连邦要甲咱台湾义军的子孙讲吼，咱的祖先毋是真不人贼，咱的祖先捌有人为要保卫台湾来奉献因青春的性命，啊，毋过咱毋知影，真侪台湾子孙毋知影，安尼。足艰苦心吼，所以过来就是讲，伫即个1947年228大屠杀了后，活落来台湾女性伫紧张惊吓的白色恐怖的岁月，艰苦请囝天家的即种严硬的精神啊，因着亲像桂花遐尼清芳，见证台湾的历史所以呢，即个才会甲即个
贵会员才会合作贵会员。过来歌尾呼吁台湾人爱传承台湾文化，希望有一天咱会当安怎真正独立建国吼，大家会当真正过着无烦无恼、幸福的日子。一个过来就是讲，伊个角色铺排就是讲，伊遮内面有写着为着保卫台湾来死的台湾魂，因是台湾民众，因本身嘛是台湾人，台湾的民众，台湾的百姓，台湾人的囝儿、老爸甲翁婿。因有袂少人捌做过日本兵，因伫日本时代不得去南洋参支那兵相台相战吼，因为确实咱地祖先吼有真侪人伫日本时代是去甲支那兵吼，对中国兵相台相战。了后呢，因呢伫战后煞被逼，搁安怎举武器参祖国吼来的支那兵啊相台吼，这就是这真真正正是咱台湾的历史，咱袂使顶毋知吼，咱兜有遮尔不幸的代志，咱顶毋知咱到底是啥物人吼？清明节要搁到啊，又搁是咧拜啥物个祖先吼？所以即个周定邦先生吼，伊就是顾念歌吼，甲咱悠远也搁咧抹灰的历史变互咱台湾人看。伊不忍毋愿也袂愿啦吼。台湾28大屠杀的空喙，就安尼互中华民国的市民教育暗藏抹黑，所以即首歌仔号名叫做抹灰空喙哦。伫即个第14即个会议的国旗内底，伊讲台湾人回想1945年家己亡命吼，举国旗咧欢迎祖国，想袂到祖国国旗顶悬迄大片的红色原来是台湾人的花米成的。过来就是即个伫第17起义甲第18个27部队甲第19个册摆内底吼，有讲到即个勇敢的台湾魂。伫即个即部歌仔内底，抹灰空喙即个 CD 即个专辑内底吼，上长的就是即个27部队，伊总共有10分钟搁9秒，写台湾人成立自卫队吼。阮台中教育大学，我伫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教册，阮台中教育大学的即个迄当时的学生吼，嘛有人参加即个27部队。阮台语系即个杨文元教授吼，甲就是讲甲阮区社系的即个柯世荣老师，因就是有做一寡台中学的即个教学的时阵，因就去甲即个历史找出来。我感觉真感动。过来，伊就讲的，就是讲，咱做人是岁着拍拼吼，祖先心愿咱来请吼。我去了解讲，为虾米祖先不得不举起武器，甲即个祖国吼，所谓的祖国来的即个军队来对战的即个心，即个艰苦心吼。所以即个咱过来就是主持人，请你来主持，咱来念即个起义甲27部队。好，多谢洪丁老师。接下来咱请小台，小台有伫线顶无？有吼，安尼咱请小台来甲大家分享27部队。好，起义策动屠杀夭寿创，台湾足侪人命亡，头人带头来走藏，要掠贼兵来念红。27部队，台南起义是真济，满头新港小人家，北门新营将军溪，要互贼党过5车。有的起兵到嘉义，水上机场该包围，也有去拍红毛边，义军合齐去台猪。猪仔听甲干干叫，低调互人放火烧。台湾人民头扣笑，猪仔米手袂笑着。土匪袂堪义军站，日常散甲大细暗。征兵拍输死真惨，搁再硫酸米水淡。拍输义军去了，土匪拍输错搁骄。水上机场变条条，规棚行甲招人撩。水上机场先来扯，换抢斗六甲西螺。也有北港交好买，义军带头单窜地。斗六民众才知影，合齐要去拍官厅。
食钱猪肝心足惊，惊互掠去会无命。眼科医生等串地，组织治安医饲会，家己称机真好势。较早越南早转会，搁再成立自卫队，队长称标黄先师，为着兵营抢称机，虎尾机场该包围。要围机场来真济，斗六北港拢合齐，也有古坑甲西丽，拍互土匪抢着济，土匪兵仔有愈使，去互义军掠咧等，会食袂尽通人知。即斗输甲利西西，土匪兵仔死真济，走路秘伫落水溪。义军后壁一直吹，土匪输甲扯落皮，民众组织台湾军，插兵行甲严严准，27部队要来喷，要互插兵袂食喷。27部队入部里，穿骹米手要抬猪，台湾人民毋惊死，插兵闪驶举白旗。这个多谢哈主持人。好，多谢小戴。安尼我这写中部的故事。嘿，这个因为周连茂先生是台南人，所以这道用伊的台南腔哈。这个比如讲，迄个拍互土匪抢着这，伊就讲抢着这哈。搁来迄个27部队的历史吼，这个有一寡册有，你若拍27部队吼，会当找到一寡相关的研究啊。因为27部队伫台中嘛，所以像阮台中教育大学就是图书馆嘛有一寡即种的出版资料。啊，我主要要讲的就是讲27部队，我少年时嘛毋知呢。啊，确实27部队嘛捌拍赢过吼。啊，当然。我感觉讲，反正咱人生拢会有一天咱拢会转去啦，看是要安怎死啊，人拢会死啊，真诶，袂死就是变妖怪啊。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即个历史诶选择是真艰难啦吼。啊，总是讲伫该选择诶时阵，勇敢做出一种选择吼，面对死亡都无惊吓。啊，即个我想着讲吼，我诶老师林兴泰先生，我伫台中教育大学伫早前高中毕业去读台中商专，啊，我参加文艺社，啊，迄时阵林兴泰林兴泰老师伫即个台中师专诶应用外语科教日语，啊，阮知影伊有一个台湾诶诗人伫遐教册，所以阮文艺社就邀请伊来甲阮演讲。啊，有一年我是负责文艺社诶副社长，负责课程，我有请伊吼，利用中昼时啊，帮阮讲一学期即个啥物是现代诗，啊，诗要安怎写诶即个课。啊，有一摆我咧看即个杨贵诶纪录片诶时阵吼，拄好嘛采访着林兴泰老师，林兴泰老师讲。28了后，有即个政治局势真乱嘛，啊，伊就对北部坐车转来到中部的时阵，拄好伫即个车头看到即个杨贵先生吼，杨奎吼，因为本名叫杨贵啊，感觉讲杨贵较顺吼，伊去互中国兵啊掠的嘛，裤伫涂骹，啊，伊就看到伊伫遐食粉啊头。安尼，就是讲伊的姿势看起来一点仔都无感觉讲我足落水足可怜的去互你掠掉，伊嘛是足一种看你袂起啊，我感觉我不幸我落水去互你掠掉，啊，毋过我无做啥物毋对的代志。伊讲迄个杨贵先生迄种姿势吼，伫伊个互伊真感动啦吼。啊，确实真侪，咱会当看着讲足侪迄个时阵死去的台湾真水的台湾人，因足侪吼，拢共款，就是讲因拢袂因为着要活落去，就甲中国人啊，就是我感觉就是真水的台湾人啦吼，总是无人愿意要去死嘛，啊，总是拄着啊，啊，我感觉这历史就是无法度翻倒转的啦吼，像咱咧看无共的时代，无共历史，我定嘛会想讲，可比讲195年台湾人若无甲日本人相拍，
啊，日本人敢就会对咱台湾人更较好。反正这历史拢是无法度倒转去的，比如讲清国时代吼，帝万省事件，还是搁较进前，咱台湾人若莫甲清国政府拍甲老岁老弟，就袂记用掠去北京，还是就互安尼斩头。啊，毋过若活落去，敢就会搁较好。这世间的代志真正歹讲吼，咱人的性命是遐尼啊毋值钱。这个最后这个木花空嘴因这个赖和先生的诗吼，做结束啦吼。这个好来，说落去就是这个廖水明先生吼，共款伫这个桂花园写好了，2012年伫这个台港台语文学杂志有发表一篇文章吼，来小解桂花园啊，讲着桂花园的价值，就是讲伊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历史书写的新形式，颠覆传统的文学分类，佮有真澎湃丰富的艺术性，拍破台语文汉字书写的迷思吼。坚持台语文书写主体性的尊严，就是讲伊是一边汉字，一边罗马字吼，双文字来展现的。过来就是讲这个这个就是2002年8月时阵，台港台语文学季刊吼，这期第3期，后内面有这个廖水明先生诶这篇台湾念歌现代并现周田邦的桂花园评解真讲到这嘛，就少年廖水明先生吼，伊嘛是已经早咱一步登去天顶啦。过来就是伊的这个论文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是伊的头页吼，先做一款。过来这是廖水明先生伫这个2010年台湾罗马里协会年会，这时阵伊是理事长。咧致辞的时阵的相片，过来就是桂花园甲木花空水的价值，就是讲，因为周连邦先生的拍拼，台湾念歌甲歌册吼，因为念歌甲歌册，伊过去咱自清国时代传来到台湾了后，咱来看台湾，包括日本时代，伊拢是长篇的、长铺的、长的故事。描述性的迄种叙述的这种在前真有，但是有关这个包括战后嘛，拢还佫继续有人咧顶拿嘛，佫印刷出版足侪足侪歌，但是就是针对这个228白色恐怖有真少去写着这所以桂花园甲木花的空喙会当弥补这个过去念歌甲歌册对这方面的欠缺吼，还是无够不足吼，伊会当这个佫会当改正这个演过侪歌先吼错乱的台湾历史事实，就是像我拄则讲的，因的错乱有当时也是时代压力，有当时也是因家己自我麻醉了嘛，家己袂记诶，啥物才是真诶吼。毋过呢，周田邦先生吼，伊就是目睭大蕊吼，勇敢看对台湾诶历史诶空喙。我感觉咱台湾人嘛是，咱就是爱了解，咱若只有了解咱的过去，就像这个王永林先生的后生王庆雄先生伊讲的，3月14日拄好来阮台中教育大学甲阮的学生演讲吼，伊看就是讲，咱台湾若是希望莫阁有228啦，世界莫阁有即种不公不义的屠杀，安尼咱就要了解讲，伊到底是安怎发生的。所以过去发生的228啦、白色恐怖，对咱来讲就是咱台湾人真重要的历史资产，迄是咱的祖先吼。牺牲因的性命换来宝贵的历史的经验，咱来对这内面得到快乐甲智慧吼。这嘛是这个周田邦先生伊写这两部歌的主要的意义吼。所以讲这个周田邦先生伊的喙齿无搁再互人加短吼，伊写出长的这个桂花园甲木花的空喙，歌册念歌的艺术手路吼，安怎？互这个歌册念歌甲念歌的艺术手路得到水开的发展吼我感觉这是真要紧的啦吼。无咱来看战后早前的一寡歌册，因为伫迄个战争时战后迄种压力高压统治的时期，所以咱会发现讲战后出版的足侪歌册拢咧学了涨价吼学了中国国民党。配合迄个反攻抗俄迄种历史，就是看袂出台湾人的自主意识真少啦。除了我拄则讲的吴天乐先生，甲即个蔡其兰，就是陆地门师傅先生以外，介少所以讲这两部
北回工序甲贵会员对咱台湾文学史、对台湾文学史、台语文学史吼，拢是真重要的经典。我希望即个伫行业内底咧教台湾文学史的人，教台湾民间文学，教即个台语文学的人，拢会老师甲学生拢应该爱知影者，啊，若汝毋知。你毋知嘛袂安怎，只是遗憾啦吼。咱应该互咱的子孙知影，咱有遮尔悲惨的故事。啊，毋过呢，伫即个故事内底吼，咱有真水气的台湾人吼，值得咱来安怎甲因学习因的精神吼。当然时代无共啊，咱遮无一定是亚倒亚青甲对方相刣。毋过咱应该建立台湾人的主体性，要安怎互台湾行出更较澎湃的未来，这是咱做台湾子孙爱去注意的吼。所以讲，因为讲我决心要行文学的道路，就是想要用小说的形式来纠正互骗做的历史吼。啊，这就是今仔到今仔日嘛，还阁真实用吼。所以讲各位台湾的乡亲吼，咱大家拢互相来干巴地啦吼，拍拼。过来就是讲，即个罗河先生伫1924年的饮酒吼，我定定较即马定定拢会感觉讲，特别即马即个时局，佫定定会感觉讲，即两句诗吼，真正就我会当，佫较会当体会罗河先生的心情。伊讲渔民的楚口吼，救随梦，到处触眼该堪伤吼，就是讲，即个台湾人吼，即个做奴才做久啊，煞惯势啊。咱人讲就是奴才做久啊，做惯势啊，惯势了后，咱清醒的人吼，煞感觉真艰苦吼。就是即个即头我离体甲改一个走去，有无？就是讲我定感觉讲这是真诶咧，我定感觉讲咱台湾人定定就是有一寡人啊，做奴才做久吼。因为我讲有当时面对真实较需要用，比如讲咱若是空喙妇人啊，你若莫叫毒开的时候，你袂晓听啊，你就惊伊无安怎互伊伫内底妇人。啊是讲咱若喙齿疼，其实吼小可疼就要紧去看医生，但咱足疼的时候才去看袂赴啊。咱有即个即马新时代咱知影啊，真侪人嘛是共款，就是自我欺骗，所以讲咱会当，我感觉1924年吼，互我先偌好先的即个好先的即个心情吼，甲即马嘛是啊。所以当然因为特别讲我家己本身，我感觉有当时我拢会想到李乔老师李乔伊定讲人生的基调是即个悲伤的啊。但是咱袂使互大家感觉讲安尼拢真悲伤啊。但是我有当时也想到台湾的历史，也是讲像即摆少年人，咱虽然今年真在推崇，但是我看学生讲台语真少呢。就是讲因互相两个台语拢讲了真好，但是只要老师无伫边啊，还是甚至老师伫边啊，因咧开讲，伊嘛是拢无惯势无讲台语。所以我毋是咧怪因啊。毋过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就是讲。可比讲，阮两个囡仔拢即个讲台语的，台语写着，但是因只要离开因两个，甲其他的朋友、甲人斗阵，后盖阮孙伊的台语又阁会如何？若敢若阮兜会晓的嘛是有限。毋过虽然是安尼，我想法自咱开始啊，上无阮囝会晓讲台语。我希望咱会当吼，大家有即个决心，甲囡仔来讲，咱甲囡仔来讲台湾的母语，先对遮开始吼。所以呢，即搭讲吼，中秋即个还出自由心，书是人间一个人呐吼，这是古诗，所以用古文来读吼。我就是过来吼，这我讲过几啊届啊，嘛是阁讲2021年，即马2023，旧年毋知安怎考诶，伫2021年诶，咱中华民国诶，即个因中华民国啦吼，因中华民国诶公务人员高等考试文化行政。可比讲，你若要台湾文学馆上班嘛是爱考文化行政，理论上大部分是安尼。你看，大家看，伊叫做本国文学概论哦。各位乡亲，你敢有看到任何一条甲台湾的？而且迄年吼，2021年是台湾文化协会100档呢。你无出母语的，无你嘛加出一个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文化协会100档啊，伊会偌侪重要的台湾的文人啊、知识分子伫内底的文学创作，我拢无。各位乡亲，这到底是？考试，咱台湾的考试院到底是请什么人来出这个考试？又阁是什么人咧改这？有什么人会考到？什么人会伫这个考试中摕到真悬的分数？什么人会去进入咱台湾因中华民国的文化行政的系统内底去做官咧？做公务人员咧？这是咱来处理的，咱，所以我讲的就是讲。
咱敢是路在咧。过来吼，周天帮先生就是上新的通道，就是三大山的风吼，推荐到大家吼。即个过来就是昨看到，所以嘛真欢喜，顶甲扛起来。即个台湾师范大学有邀请周天帮先生吼去做3场的演讲吼，伫即个拢是地点拢伫台师大，所以咱若住伫台北的乡亲吼，3月28会当去遐3月28到6月初6吼，总共有3场。会当去现场吼，感受周天帮先生伊的魅力吼，伊厉害，就是讲伊真正会晓弹乐琴、唱念歌。即摆伫台湾会晓弹乐琴、唱念歌，佫会当唱乡村民谣，佫会当家运用保持，安尼足水气的安尼吼。周天帮先生确实是我，而且我感觉我家感觉吼，伊年纪愈大吼，个唱的迄个念歌吼，愈来愈有迄个气味。果然吼，年岁也是一个。就是浸入内底久年久月深吼，就愈来愈老吼。所以祝伊身体勇健食百里，嘿，真重要吼。过来就是来讲即个美笑念歌团、笑咪咪念歌团吼，因嘛是继续伫台中咧迄个推展念歌，因是杨秀两个翁仔某拢是团长甲副团长是翁仔某，是杨秀卿老师的学生，因迄个逐年拢会自2014年开始拢有办台湾念歌节，所以共款咱今年2023年的即个10月，才拜托欢迎大家邀请大家来阮台中，我想拢伫台中吼。最近即2届拢是伫台中州唱街的迄个台中迄个文化部的文创园区遐，会有办差不多3-4天的台湾念歌节吼，大家当来参观吼，来逗留咧。过来就是讲因吼嘛继续咧创作，因有 Facebook， 大家当去甲伊试二赞。过来就是讲因嘛有家己 YouTube 吼，主要是讲因嘛继续咧创作，所以像因有即个旧年我讲的就是旧年因有即个文学歌先甲杨贵的小选，咱台湾文学家杨贵的即个送杨贵吼，笔名叫杨贵，本名叫杨贵，贵妃的贵吼，杨贵。杨贵贵宾的贵啊，即个杨贵先生的送保护即个小选吼，伊家改编做台语的歌册，吼，总共有3集吼，处理了真深色、真水气吼，当然这是一个悲情的故事啦吼，大家当去看即个文学歌先，听文学歌先的念歌，甲看伊的 MV， 做了真好，这就是佫当代歌先嘛吼，咱今仔日的主题。我就无放互大家看，大家家己去找吼。过来就是讲即个因为因就是甲即个杨贵先生的即个新闻配搭符吼，送保护改编吼。我伊互咱的启示就是讲，歌册念歌啥物拢会当变做念歌吼。所以即个共款你网络嘛会当找着迄个新编的即个老车老东海吼，进入新时代的气味吼。即 MV 嘛有伫国际得奖啊。过来就是讲，旧年因甲杨秀卿老师做的纪念专辑吼，旧年2月做的，旧年6月杨秀卿老师就过往嘛吼。即个为土地来的歌声，即个专辑吼，就是杨秀卿老师在世最后一个专辑。过来就是即个林鲁凯先生来介绍吼，我看即个漫画有讲，迄个打到台语开讲写后壁活动嘛，请林鲁凯老师来讲伊台湾创作吼。林鲁凯先生伊本身是个台语作家吼，伊嘛写诗，伊即个伫台湾文学馆合作的计划内底，就是讲伊有写3本的歌册，囡仔的话，囡仔对象是囡仔，所以写较简单。有即个比如旧年有汉阳囡仔当大人歌，了写了，佫有请即个卢建池、林店安、吴旭提吼，3位歌先来念歌。即个有录做即个有即个绘本，就是讲伊的加工店。内面的文字就是有汉字甲罗马字吼。过来2001年是美丽仙岛过去王国歌。过来是即个2020年是廖添丁罗南人连社歌。伊这拢是对即个早前的台语的歌册，佫延伸变造出来吼。即个就是落请老东海讲海洋嘛，即个就是有讲八个小波歌，过去有八个小波歌。即个是咱歌册有最重要的文本，就是廖添丁嘛吼。过来
刷落去，咱就是进入今仔日另外一个接刷，我感觉这我当初吼，这个干部我是正月啊2月就做好啊，正月，就是头一届的时阵就是说做好啊，了后拄好迄个咱4月开始就要做8月离婚学的介绍啊，我毋是挑工的，毋过呢，我就感觉这真适合，就是讲台湾第一份报纸王家明先生这套歌啊吼。这首歌册就是讲，互咱感觉真心实，就是讲伊甲白话字、甲汉字的这个用过去是用汉字书写为主的这个歌册，做变做白话字写来做伊的甲白话字当做一个内容主题。我感觉讲这嘛是甲咱讲的，就是讲确实歌册吼，念歌啊这种文类文学吼，到大一永远都袂退流行。过来就是咱就是伊是2017年5月的时阵吼，伫台港台语文学第22期，迄期是台南白话字文学的专题。这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出版的一个刊物啦吼。我感觉真可惜的，就是讲伊即期既然是要做台南白话字的文学啊，真可惜，伊嘛是还佫死脑筋，因为伊的文字就是照教育部的，所以就用教育部罗马字。我感觉真可惜，你明明就咧纪念白话字，你敢袂使互白话字伫即期较侪的机会出现的？结果无。因为我知影王家平先生伊本身咧写嘛是甲关系写白话字，结果伊牵出来罗马字就是用教育部的吼。毋过即期叫做台南白话字文学的，我感觉中着迄种教育部的毒性侵啊。后来，咱来看即个吼，伊的内容就是安尼一边搞我真个新时代内容，讲像我之前叫阮学生写七字歌，教因写歌册嘛是，就是一边罗马字，一边汉罗文，安尼会当家己知影讲家己写了念看觅有押韵无吼。新时代的念歌咱会使安尼写，刷落去就是伊即个总共写了后壁最后伊佫有一个家己做一个注解，有作者简介。即个王家明先生是1981年，我感觉11岁呢，我1970。所以今年安尼算42安尼，时间嘛紧紧的吼。伊伫网络的，伊还佫有一个名叫做夏米吼。夏米1981年出世，高雄人伊伫即个台南第一份报纸后壁，家己讲家己是打狗人，喙讲台语，毋望台语甲在地文化会使继续传传，开始写台语文吼，记咱的代志安尼。过来伊嘛是台语鸟的创作者，2018年有出版阿姨有为无？即个台语文有啥绘本的故事册，过来就是佫有创办即个编家己编的即个高雄2礼拜故事，得着李光桥迄个阿 Q 赏吼，2017年的阿 Q 赏，后来即个有变做绘本出版2020年吼。过来为着抢救台语文伊嘛，因为伊本身的专长就是设计手机app， 所以就开发线顶的书店吼，找台语加即个拍台语数理化的 app， 发起即个台湾家4年即个募资计划，所以我鼓舞大家同齐来即个赞助即个台湾家4年吼，互即个工作咱佫较努力，佫较澎湃。嘛发起即个台湾博览会，嘛捌做过即个打狗台湾开讲社的社长，嘛是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共同发起人。2021年的时阵，得到台湾城破书纪念基金会颁发的台湾通信30档纪念奖的即个科技运用奖吼。即个台湾家4年就是像安尼吼，佫会当甲伊赞助，过来台湾家4年的 Facebook 先做即款，大家咱去甲伊礼赞。过来，一个正关键是拍找台语，下骹是拍台语过来，自从有找台语了后即摆阮学生做阮的报告作业就加真方便，因为阮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学生若是台语相关的课程，就是伊一定要用台语报告写作业嘛，用台语写。所以有找台语了后，阮学生要做阮的报告就加真利便真感谢。过来就是这拍台语，那手机即摆大家伫手机咧拍，有罗汉卡甲拍台语，手机拍字嘛，但是拍台语愈来愈侪人用我家本来是用罗汉卡，即摆嘛拢用拍台语。
再来就是即个咱来念即个台湾第一份报纸，请主持人来主持人。好，多谢洪丁老师。哎呀，嘛借这个机会，小盖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甲这个台湾家是咪，多谢洪丁老师。安尼接续落来，咱邀请单独来读这个台湾第一份报纸。好，大家好，我是丹路，安尼我就开始念。来哦，乡亲行较晏，医疗拢甲坐好满。台湾第一份报纸，详细听阮来念歌。19世纪这土地，捌字的人无偌济。英国牧师巴克勒白话字来教大家。咱的母语台湾话，摕罗马字来发芽，好读好写三工的文化团团伫在地。1885有一天，新老病院的册房，台湾印刷则开棚，到今已经100多栋。用咱母语的文字记咱生活的代志，报纸写啥恁毋知，听我说来解心疑。清朝公司就开始写的全是用台语，新闻知识甲歌诗、生活文学拢互你。北港嘛是大家己，出船煞来跋落去。桥班的人无识字，众人桥班的人无识字，众人起恶甲凌迟。豆腐婆仔心色带，趁钱藏伫道观内。阿婆到呾才了解，银行斗顾送钱开。天下万国第一大船出海头一逝，上界危险是冰山，海滩的弄破。欧洲国家葡萄牙。百姓权利互人霸，人民反抗会安怎？迎来民主火甲茶。台湾甘蔗有红白，做汤上好，再来客。方法看了，你就会食咸南甜人买。培养囡仔大代志，无年食米渐渐圆，会使消化放第一，父母照顾爱注意。读台语来学一语，50音是因的字，两种语言摕来比，听声学习则容易。看台语就送英语，俗语写做两款字，无共讲法，共意义，通行世界的道理，外国文学的世界，翻做母语行入来。宝仙姑娘要看卖，Cinderella 你就知。台湾第一份报纸，保存历史甲文化。今日一定讲袂煞，后摆阁听阮念歌。
结束啊。好，安尼主持人。哦，多谢丹咯。这波歌仔真厉害，就是若有咧看迄个台湾妇产教会报，应该拢知影，每一趴就是一篇，啊，当然遮都有小改啦。我咧看主改就是讲，伊就是甲迄个内面的一寡无共期的一寡文献，甲伊文章有无甲伊变做迄个伊的歌啊，然后。安尼过来就请。过来就是咱请这个。对。来麻烦你。来，安尼咱真荣幸拄好，即个吴家明先生就伫线顶，安尼咱邀请吴家明先生来甲大家分享一寡心得。大家平安。大先感谢洪斌先生哦，甲我鼓励啦吼，甲遮个歌先来做伙啊。其实我是真歹势吼，其实我较无时间通好创作。会变做愈来愈厉害的歌先啊，先甲你写落去啊。我是真想要写，毋过真正做无用。所以我写其实无介济。袂记咧写哦，你要继续写哦。对，我嘛是甲即件代志放伫心肝内。其实我即马大部分就是都有，就是看出来，其实拢是拄学台文的时阵，新学台文的时阵写，所以其实即马咧看嘛是歹势吼。其实我是为2016年才开始学台语文其实跟迄个姚志良先生在学啦吼。因为伊的作品伊家己真爱写即款歌谣式的吼，就是有押韵的作品所摆其实上课的时阵有读到真侪伊写迄个七字仔的作品所以伊当阵咧写就是受伊的影响诚侪啦。这真特别啦，大家若有知影伊其实是长老教会毋过长老教会内底。即种七字仔的作品，其实相对来讲较少，毋是无吼。过来就是我头一篇的台文作品，其实嘛是写七字仔，有刊伫即个台湾教会公报内底。迄篇号做大家来学白话字，有写16趴，嘿。对。拄则即篇台湾第一份报纸嘛是亲无台文是写的吼。所以其实我即摆就是来甲家己绕开者就是其实第一站拄则有讲到就是我这看出来迄个文字其实是写教育部迄套慢了迄其实是国不中啦因为伊投稿的时阵伊就规定讲袂当写白话字啦我就迄当阵毋知影的乖就是照伊的规矩毋知影通讲甲调整嘛，毋知影通甲反抗。结果看出来册，我摕到的时阵才发现讲迄专题白话字专题文章内底大家拢写白话字我会在写慢落这就是过去我嘛开始去思考即件代志毋是伊甲你改，就你因为伊讲我知影伊就是爱写教育部的所以你一开始就是对。所以我甲冤枉安尼，原谅我。其实嘛毋是冤枉伊，其实即件代志我当阵。也毋知影通好去反抗嘛，毋知影通去调整，因为其实伊迄份刊物伊逐期其实内底拢是写慢了，干那即期因为毋知安怎可能因为投稿的人写白话字，因为即份刊物，因为即份刊物当初是李文正台南市市议员李文正先生写的即个，伊就全部拢是用迄个教会白话，就是用白话字台湾话写。拢无甲改。毋过其实敢若即期有安尼尔，因为真正的我嘛有看过，所摆我就想讲，我若写白话字，伊可能就无爱互我看出来。这嘛是就是我感觉咱活伫即个体制内，定会受到即款就是思想控制啦我是感觉咱爱练习家己较勇敢的，就是。心肝爱了定，就是咱认为对的代志，就爱去做，爱去调整。我是过来第二站，我交了者，我捌投入台港的别记啦我是用白话字写我有甲伊讲假使伊若因为我知影伊拢爱用教育部的嘛，我就甲伊讲，假使伊若敢要加做教育部的，我嘛同意安尼。这就是我感觉爱同在。那即摆我就知影讲爱去调整过来另外一站这是我家己
就是算做一个成长啊吼。就是内底其实一寡事吼，就是搁有中国毒，就是内底写的物件啦。我家己感觉搁有中国毒调伫内底啦吼，亲像清调啦吼，其实应该爱讲清国啦吼。伊当阵我个人还袂，搁分无啥会清楚。甲会其实伫小界，我小界我家己的时阵有看到，我是写70年厝啦，迄是中华民国年啦吼。其实爱改做公元年嘿，1981年才对啦嘿。毋过因为咱知影，咱会当发现一个台湾囡仔觉醒的历史啊，袂歹。是，所以讲起来吼，我学台语文了吼，这中国这镜头是愈来愈起。感谢洪林先生，互我有机会反省我家己啊，多谢。我真好咧，真多谢下面来甲咱分享，所以嘛，互我知影一寡我毋知影。我看是内面，我会感觉讲，即个作者应该是无啥想要走出来伫逐个面头前，伊较是介意伫后壁边。所以讲今仔日有机会当来献身吼，献声啦，献声，真欢喜。主持人安尼，你讲者话来鼓一个。我讲一个哦，就是。哎呀，我话，我来行接后壁。好，安尼其实我希望写白话字的人应该勇敢。咱若逐摆因讲你无安尼写就袂使，安尼咱永远互人看到的就拢是万德。咱伫下底咧讲白话字要紧，问题是你拢会使妥协，安尼人就毋免去要依你的选择。我感觉这是一件我家己嘛有拄着这种代志我感觉这是一件足危险的问题，因为一旦人若甲你讲咱爱安尼做，你就好啦，为着啥物可能大家拢有足侪原因，咱就会使好啦，无咱就退一步，到尾你迄个一步你就永远行袂转来。这我一寡想着拄好听到伊的看法。安尼我嘛来补充者针对这个看法吼，就是讲，因为阮伫台语咧教册嘛，我个人是安尼啦吼，因为咱若了解历史，2006年教部即个罗马尼颁布迄个时阵，是因为进前台语罗马尼，毋是干那罗马尼台语音标文字800款，台湾人吼一般是报转头，大家拢想要做发明家，大家拢无想要做人的后尾。做人的细身呢，过来就是讲，我定讲世事袂得圆满，人生学得交长。所以呢，有每一个物件拢有伊的欠点，毋过就是讲，你改了嘛，共款对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嘛有你的不足嘛吼。我即马就是感觉讲，会伫事实，即马已经是变做讲有教育部去款啊嘛吼。其实是对白话理解来，所以嘛差别无大。所以我拢会要求我学生，就是我讲你要做普罗的台语人吼，你就是两种拢爱会晓。过来就是讲，因为我读中国文学系，所以这嘛是真好的见证。咱咧读中国文学系，你会发现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吼，经史子集，迄什么5000年的历史吼，文学拢真要紧。但是吼，真心实哦，因中华民国也是咱台湾人咧讲咱台湾的历史咧教台语的时候，拢讲吼，拢无过去，拢干那现在就好。所以咱若是感觉讲，假设因中国人5000年遐尼要紧，咱台湾人用过的迄个文献的，敢就无要紧。中国的文献正经数字集逐项拢真要紧，咱台湾的拢是笨拙，绝对毋是嘛。所以咱较侪老落，较侪白话字甲歌仔册，过去咧好定歌仔册，就讲歌仔册字拢黑白写，汉字拢黑白写。若咧讲白话字，就讲教会甲我无关系。所以会用教会罗马字，即摆咱较无爱用教会罗马字来讲白话字的原因，就是有一寡人用教会罗马字，伊的理由就是讲，所以我也无信教，我为何就需要学？实际上吼，即个伊当时叫白话字，是因为咱古早咱的清国时代，咱的祖先爱读迄个汉学科技考试，爱去做迄个先考秀才了就野人，了就食贡丸，了就经师。这我会讲成出就是举人秀才，秀才举人贡书进书嘛。所以伊读迄个汉字叫孔子字。所以即个口语一般百姓讲的话，迄叫做发明即个啥，迄阵才会叫白话字。所以白话字的即个名是安尼来。毋过行到即摆即个时代，所以咱2000年的时阵就有台湾罗马字协会成立。
所以伫即个也无教育部的台罗拼音进程，其实就已经用台湾罗马字吼来称呼咱的白话字啊。啊了后，搁迄个发现即个台湾字杂志，所以台湾罗马字简称台湾字。所以即马咱即个时代就是讲，咱用台湾字、台湾罗马字来称呼白话字。啊，伊伫即个维基百科，你若拍白话字，会当找到足完整的介绍。吼啊，所以咱就莫阁叫伊教会罗马字啊，而且伊毋是干那教会专有的吼，真像我嘛咧用啊，我嘛毋是教会的会友。过来就是讲，在我来看，就是讲我学过足侪款的，啊，我嘛编过足侪款的无共的文献，像日本时代，日本人嘛用卡那来记录咱台语的文献。啊，真感谢即个林准佑长老吼，长老教会林准佑长老甲足侪先进，甲即个用卡那日语的卡那迄个历代大书典、台语大书典，甲伊翻做台语罗马字版本。啊了，找台语搁甲伊做连结，啊，所以咱会当用找台语，就会当看到即个早前无共时代诶，包括搁其他诶迄个文献吼。啊，所以讲，即摆要找着文献，过来因阮严老师即个台语文诶记忆嘛有足侪原点。啊，我讲诶就是讲，咱一定爱知影，咱做一个台湾人诶子孙，咱诶祖先留落即个用白话字写诶文献，甲汉字写诶文献。也是咱即摆用汉罗文写，也是咱继续写全罗文的文献，也是全汉字嘛，拢共款，这拢是咱台湾人的祖先留互咱的，咱以后嘛会变做台湾人的祖先，咱应该继续甲伊了解了，咱才会知影讲哦，内面啥物物件是值得咱继续甲保守的，啥物物件是需要批判。可比讲我拄则去批判，就讲过去的歌册内对蒋家过度的侮辱，对中华民国，迄就是咱爱去批判。啊，毋过咱爱了解伊的时代背景，世事袂得圆满，人生学得矫正。所以阮的像阮的学生就是伊拢爱学。啊，我的学生我甲伊讲，伊若要白话字吼，像我有开过几啊届迄个免钱的迄个罗马字的班啊，我拢甲伊讲，啊，你若毋捌白话字无要紧。你就做去食，啊！你若晓白话字，你就是好野人。因为白话字的世界真澎湃，网络的资料介侪，吼，所以等下我来简单来走者互大家看。就是讲，你若要做好野人，好野的台湾子孙，你就是爱知影白话字甲汉字的文献，歌册甲即个白话字的文献，咱拢爱知。啊，你若要做善食人，你就教育部迄套就好啊，嘿，因为迄套也无啥物罗马字文献都有，就是伫迄个教育部迄个来教育部闽南语朗读，迄嘛毋是台语文献，是闽南语文献，教育部拢叫做闽南语嘛，到呾无改啊，死都毋愿改吼。有一间伊若改，咱才佫讲啦所以讲，咱来介绍即个咱要做好个台湾人。大省咧，阮台中教育大学因为严教授自少年的时阵做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创会会长，1992年的5月的时阵，伊伫少年的时阵就创做即个白话字的台语文网站。当然对着时代，所以内面嘛有一寡教育部的即个罗马字的文献，啊，就是即个白话字台语文网站有足侪资料，会当特别伊内面有台语文记忆，甲台语文数位典藏我即摆点落去，大家看。即个礼拜了有一个台语文记忆。台语文记忆呢，你会当伫遮看到，比如咱拄则讲的台湾第一份报纸对无？咱会当检视查询遮拍即个台湾教会公报，查看卖好，就会当看到即个就是爱用台湾教会公报，因为伊遮号名是叫伊改过几啊改名，即摆名叫台湾教会公报，所以阮个老师伫即搭着，你啊拍台湾教会公报，才会当找着，伊就有看到，咱会当看到1885年头一张，伊叫第一张公书11年6月安尼 ，PDF 拢有放伫线顶啦。这几套册到1969年的迄个全部用台语罗马字出版的这几套的即个台湾教会公报，阮兜有看卖，我回头看到底总共几种。20几本要到30本啦阮学校台中教育大学图书馆嘛有买，阮有甲学校开叫学校买但是专门伫线顶，阮个老师才会当找着，足侪台语的资料会当伫即个台语文记忆找着遮过来就是台语文数位典藏，即个是2000年我的老师吕兴聪老师甲即个足侪台语文的前辈伫即个文学馆委托的计划去收集的白话字的即个文献，来了佫找人定心拍字。定心拍字了后，
好比讲日本的怪事，就是先收集伊的文献，四过收，甲收转来，像拄则安尼甲这有无罗马尼的文献收转了，佮找人重新拍字，拍字了佮改写做台语汉罗文，啊了后再佮找人录音，啊了后再佮数位化，最后的数位化的阶段主要负责人是英文的老师，所以伊才有即个写讲。台语文所谓典藏资料库，主站伫台文馆、台文学馆，咱会当看到台文学馆，就是安尼吼。互我转来简报，即大家会当家去看，即真好用。阮若咧教册的时阵吼，定拢会用到。过来就是讲即个台语文记忆吼，就拍台湾教会公报吼，会当找到自清国时代到当的迄个台语的用台语写的台湾教会公报。了后即个就是台语文所谓典藏资料库，2001年到2001到2004吼是第一期，2004就是分做这3期吼，有介侪前辈，主要就是李兴昌老师、高成炎教授、甲高成炎教授、高成炎教授啦吼，甲英文言老师，英文言教授，过来即个好，即个点跳过话题。过来就是李庆龙教授嘛有一个台湾白话字文献馆内面嘛有收集一寡其他的资料吼，有一寡重复，有一寡有重复，有一寡有无共吼。过来就是即个差不多45分啊，所以呢今仔日就是讲到遮呢。即张相片是旧年小热阮办即个歌册文学馆委托台中教育大学办歌册创作营队的时阵，翕的团体相，内面9点半先生伫遮。这位是周点邦，这位是施变华教授，这位是温林文学院院长林天汉教授，这位是林如凯老师，这位是丁秀珍，歌声丁秀珍，这是阮的学生甲学员。好，安尼真多谢吼，这个台湾念歌心花开，祝福大家幸福美满。我主持人我讲到遮。好，多谢洪斌先生遮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是就是咱大家问问题线顶的交流时间因为咱 YouTube 无法度讲话，所摆咱若有问题，请伫线顶的朋友，咱留话伫即个边仔的开讲区主持人会代替大家来甲洪斌先生做交流顺续甲洪斌教授讲一个咱线顶有电棒声的咧听。好，我看到我电棒声的咧听，伊讲来真久伊都无讲话，我毋知影好甲Q安尼。伫线顶袂当迄个，无你要请讲话，你甲迄个连接等互伊，看会当连接等互伊来讲一话无？你意思讲邀请伊上线吼？你得看伊，我都会使哦。恁试看觅，咱先拿进行迄个下米甲地点，恁试看觅，看若顶班会当礼拜互伊会当来Google Meet才讲话，吼。我袂记甲邀请咧，我袂记我最近我从旧年一直无用到今年，就是拢无休热的，无休寒就开学了开学了就昨才开始，昨我现我的 schedule 我就甲阮囝讲，我今仔日竟然拢无工课呢，足久无即种代志昨才较用一滴所以甲电棒先咧邀请。其实伊顶几道敢若嘛拢有来。礼拜内底会当讲一话袂？拄好作者，因为下面有讲话，安尼伊若来讲话，今仔日就搁较圆满。你看。安尼吼，咱来试看觅有法度邀请伊入即个Google Meet。看电棒会当，恁甲即个连接等互伊。我来开伊的即个活动，即个即个。3月28礼拜2 10点到12点，伫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因的台湾语文学系即个教学分校街教学大楼306会议室。过来同款是即天3月28下晡的1点10分到3点10分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迄个顶帮礼拜你讲线顶若有啥物问题会使问，咱会使拿讲拿准备。好，安尼我这边先代替问一寡问题啦吼。首先先讲一个，因为咱头起先拢会先收集有要参加的朋友，看有啥物款特别的意见无有一个
有一位友志讲，伊手底差不多有100本顶拿册剧的歌册，会使卖，会使交换嘛，会使借。啊，即马重点就是讲啊吼，想要请教讲啊，咱比如若有一寡友志、一寡朋友，伊其实手底有一寡资源，但是伊家己较毋知影要安怎收藏，还是伊嘛毋知影要卖，还是要捐，啊，有啥物款的资源，还是啥物款的所在，伊会使联络无？顶拿虽然顶仔顶拿书局也阁有咧卖，但是有一寡伊较早期的版本，伊嘛无一定有，所以你若有顶拿的版本，你嘛上好是你去了解讲，啥物伊也阁买会着，啥物伊也阁买袂着。伊若已经买袂着的，迄就是足宝贵的，你听还是讲较早期的版本，因为伊会一直再版嘛。你若会当摕着，像我遐着有几本伊较早期的版本，然后我就感觉迄个版印刷的感觉，甲迄个伊后悬顶的一寡。迄个政治的标语就无共，我感觉迄种真宝贵啊，所以就是大家爱去看卖啊。我好主持人嘿，好，即下伫新竹城隍庙遐也佫会使买着。我来找看我的电脑的相片，我有去过上啊。主持人你继续。了解，安尼若是咱这位先生若有伫咧线顶吼，就是希望。有机会会使知影你即个相关的资源的状况，哦啊，咱嘛会使就是透过你有遮有讲是为咱会知影工作的消息，看敢会使嘛，甲阮后头啊回应一下。好，啊先多谢这位友志的问题，啊接续落来我个人要问，今仔日听甲。我找到主角的相片啊！这是我2019年去新竹的时阵吼翕相的巷仔内中安街，即摆叫中安街，中安街，我的腔是街啦吼，中安街16号门口，新竹市中安街16号。德林主局甲德林印主局是共的啦吼，共一间，就是安尼。外口。你敢嘛有咧经营？我几年无去啊，毋过有啦，因为我去年8月吼，阮迄个办歌册创作营队的时候，阮有甲伊买迄个好心网大战歌，阮有敲电话，有寄互阮，因为阮要买较侪本嘛，所以佫有，就是讲有一寡伊的版佫有留，伊也佫有买有，所以你有得拿的，阮有敲电话，伊叫德林啦，我甲问讲你安怎讲，伊讲伊叫德林，我拄则甲伊讲毋对。就是德林主局吼，伊讲伊叫主局，毋是书局，德林主局，德林印主局，伊有一寡若较早期的版啊，你若是有啊，就足宝贵的，嘛爱看，爱去对，无伊家己有一寡较早期的，无一定会佫印。啊，电棒先生有法度来到你个故宫米啊？电棒先生，阮有工作人员甲你联络，请你会使看一下啊，你其他所在的消息。嘿，请你收理，我是 FB， 阮的工作人员已经甲你联系电棒先呢。我先退出，我发一个赖互伊。我嘛，我冷静，下咱时间有限，我爱有来啊吼。我是用迄个 YouTube 伫遐听足久啊，我今仔日先带迄边遐上课嘛，到2点下课，差不多2点下课了，差不多就开始伫遐听。我知影有即个迄个活动，我就伫遐听嘿，听洪丁老师伫遐介绍。安尼讲了足赞呢。安尼敢会使互你请教者后一步的写作计划是啥？敢袂当讲刷落去会写作是要写啥物歌？有啦，其实已经，我想要写，我后一波是要写迄个台湾的历史啦，吼。啥物历史？台湾的历史就是，这我即摆遇到真侪困难啊，因为我想要用迄个平埔族的角度去写，毋过真正足困难，因为这方面的资讯伤少啊，就是讲。到尾啊，写嘛是拢变做即种，就是像咧记小安尼，迄个啥，迄个发生啥物当时发生啥物代志。毋过我无啥想要用安尼来写，我想
想要甲伊写做一套，内底有人物，会当有人就对啊，有人咧伫个，有人啊咧伫即个故事内底的人出来咧，像咧写迄个剧本，还是写小说安尼。我感觉几个原内底迄个写南洋战术啊，甲去迄个了战后去用送去集中营迄个过程啊，我感觉写了真水气，真。就是应该是你阿爸的故事嘛，啊，你知影啊，所以你我感觉迄部分写了真水气。对啊，毋过迄个要写台湾历史就有较困难啊，因为迄个历史太长咧，就是你就是爱迄个写几啊十代人啊。若是真正要写几啊十代人，你爱去迄个。爱去安排、去计划、去铺排遮个故事，安尼。啊，遮个人的故事，爱甲台湾的迄个历史会合着安尼。嘿。最近我讲的较困难的是，因为迄个啥，迄个平埔族的遮个资讯吼，遮个资料吼，足欠缺。嘿，譬如讲，莫讲迄个荷兰时代进前啦。敢若讲荷兰来甲咱迄个殖民的时阵，遐发生的代志根本就是迄资料文献拢足歹找着的，嘿。啊，我即摆豆咧找遮个资料，其实我即摆已经直直写来到迄个清国时代开始啊，就是写到迄个西龙吼，迄个讲要甲台湾留落来，安尼啦，吼，差不多写到迄个所在啊。毋过，其实我写了，我想讲，我想要来写即种，就是内底有一寡人物的故事安尼吼。我感觉迄种故事会较会感动啦。啊，对，这爱迄个佮用较侪气力，继续拍拼啦。有人讲，为虾米定写历史？拍拼对。我还想讲，哪会建做台湾历史的研究？为什么就是安尼不得已，我都无听着。就是讲台湾人，咱台湾人对台湾历史也足侪无了解，啊，咱就有即个机会，咱就最后性命拢会呼唤，甲咱呼叫，甲咱引带咱去想要甲即个台湾的历史讲个更较清楚，互台湾子孙更较了解。好，那虽然艰难然后歹学写，但是咱若无写，以后的子孙更较毋知吼，所以可能就是反正写会较拍算安尼。好，感觉咧，无定后壁佫有人会写比咧，佫咱更较好嘅物件出来，安尼，即嘛是一种。同齐来拍拼。好，安尼好，非常感谢。感谢，莫讲，我定下最近嘛定下拢会讲非常足落差的，真感谢，真欢喜，多谢丁邦先。好，多谢。安尼主持人，时间差不多啊，到你。我有看线顶有人，我的学生咧问咧，讲到有，啊，佫有我讲歌仔册场无啊？安尼我直接有几个问题，需要甲洪丁先生请教。对，无要紧，等者有人问，袂使放你走，所以等者有人要问讲，迄个歌仔册小书店今年敢是会出版？歌仔册小书店啊，我手头多，我会使互恁看者封面，阮已经正式咧印啦。我感觉伊甲我。伊真正甲我足侪时间食掉的，所以我就甲阮查囝讲吼，即个若结束了，我暂时可能无啥想要接其他的代志，我想要来写升教授的论文，因为互恁看上尾完稿，封面、顶册、歌仔册小书店，过来下册、歌仔册小书店下册、下册吼，过来歌仔册商用台语文化小书店，无分享咧，歹势，佫一届。好，我有真侪含慢欠点的所在，世事袂得圆满，人生学得焦长。我感觉有欠点的人嘛袂歹，有欠点的人就较成真正的人。后来佫看即届，对即个册啊开始好啊，这已经大部关迄边嘛看过样册啊吼，即个所以即马出版社台语传播公司帮阮印的吼，即马当咧印。我嘛足期待印好诶，印即个有
3本册，歌册小词典是顶甲下，啊，迄个歌册常用台语文化小词典是即个一本，啊，这是册啊，啊，顶册是安尼，小词典的。是安尼，啊，这封面是阮有设计2款，互文学馆去竞，文学馆竞即个封面。啊，这是常用台语文化小词典，过来伊的内容影一个。然后文学馆馆长的书，啊，头前有徐炳华老师写的即个什么歌册导读啊，写阮老师写了真好。阮老师为着我做即个计划吼，伊嘛定定目睭变较差，我讲逐工真日电脑头前目睭变差。过来，就是伊个版权呀，我点着版权呀来。已经正式啊吼，所以迄个 ISBN 嘛申请着，今年4月，安尼就伊到时若要买，大家爱直接找台湾文学馆买，因为阮是执行的单位，阮无负责卖，伊嘛是台湾文学馆咧卖吼。全部3本新台票1260块啊，原来印500本。文学馆的物件就是印了，通常拢袂再版，所以像我要买迄个随便老师的迄个母语文学迄本册啊，甲迄个徐俊洲老师的台语文学导论迄本册，我感觉拢经典，结果文学馆拢卖了都无啊。所以这拿出来，到时大家若乡亲若感觉有介意啊，你啊量早家己买，因为只有500本，500套了都无啊。老师线顶有人咧敲碗，希望会使有新册发表会。我就无闲，我就就希望都到这结束。讲成就，我感觉这做了吼，因为我去年有出即个中国台语文教材教法的即个新编辑迄册，啊，搁即个歌册小词典啊，我感觉我活到50几岁，人生总算有做一寡我感觉较会当甲子孙交代的代志，所以我感觉安尼我的人生有小可袂歹啊，嘿。对，啊，毋过我即摆是副教授啊，阮系需要教授，所以我想我应该爱认真来思考。而且我的老师徐炳华老师，伊上要义就是我当时要升教授，啊，升教授真艰难，毋是遐简单。我爱拍拼才会使，我应该爱拍拼迄个工课。我先讲到这，主持人你继续。好，安尼，因为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咱线顶阁有朋友有要问问题无？我想着啊，我感觉吼，真水的台湾人啊，咱会当用真水的台湾人做主题，不管是写册还是写歌嘛会使。像我咧做，我感觉咱无定咱会当有即个真水的台湾人一系列的物件。咱互咱的子孙知影真水的台湾人。像我咧教册，我定定问，我教台语歌谣问我学生因高中、国中、小学，敢应该有上过小太人，真侪台湾囡仔毋知影小太人。真侪人囡仔会知影余光中、郑愁予，什么中国人，古早到现代，因为课本有教，但是对台湾的音乐家、艺术家，还是讲巴克利啦，即个甘伟林啊，毋知影，就是真侪人囡仔毋知，所以咱应该我常想着讲，用真水的台湾人做题，做一个大主题，咱大家用无共的形式写诗啦、写现代文学、写民间文学拢会使，咱就是希望大家会当。搁较拍拼，甲各领域每一个领域自古早到即马真水的台湾人变做台语文学的文本互咱的，包括咱家己嘛是真水的台湾人，咱真水的台湾人的故事，像我感觉我的老爸老母因内面嘛有真水的台湾人迄种特质啊，会互咱的子孙会当知影，咱台湾人毋是无文化，毋是戆老仔。以上大家拍拼，主持人交你。好，多谢洪丁先生，安尼今仔日。算讲是一个圆满的结束，洪丁老师甲郑邦生的拢是真水的台湾人，我嘛真荣幸。大家拢是，咱大家拢是。哎呀，咱若是感觉家己无够水，咱就搁较拍拼，互家己变做搁较水的台湾人，安尼。世事圆满嘛，咱无可能是十全的台湾人，毋过咱会当变想要活互水开变做真水的台湾人，互子孙看着咱会感觉真水。是安尼，咱第一季的即个台湾文学系咧讲座，今仔日到遮算一个圆满的煞果。咱真感谢这3个月有
红丁先的，我即摆应该嘛爱尊叫我先的啦，叫我叫红先的。虽讲你无钱，像讲你家己拢就过欠的，就是讲家己无才调弹过去，无才调写歌词，但是研究其实嘛，若毋是有恁安尼家遮的物件，就是做收集。阮遮的毋捌代志的配套啦嘛，无机会通去接触到遮尔顺利。配套啦，阮读博士啊，佮毋捌代志的配套啦，嘛是袂使啊，是佮。好歹势，咱你有了解，你有了解。呀，到你后期啊，咱个做后期。嘿，是啊。好，安尼咱第一季的台湾文学系列讲座就到这结束。咱接续落来4月开始，会开一个新的主题，要来讨论台语白话字是台湾新文学的开基组这个主题。咱会邀请到成功大学的蒋维文教授来甲大家做分享。嘛希望各位线顶的友志、各位朋友嘛会使招伴做伙来听。咱今仔日再一次多谢大家来参与。咱所有的遮个活动、遮个讲座内容拢有录影。所摆若是听无够开，欢迎会使点台文博览会伊伫个 YouTube 的频道会使登去复习洪丁教授新的洪丁教授这3期甲咱这3个月甲咱分享的内容。好，安尼咱今仔日的活动就到这，希望咱后个月日咱线顶再相会，努力，真多谢，再会，好，再会。